話說最近中動玩具就出咗 Star Wars 嘅光劍系列，阿 Luke、尤達、Master Windu、Anakin 甚至黑武士紅藍綠紫乜嘢顏色都齊晒，都只係賣219蚊啫。成把劍嘅比例接近1:1，都只係賣219蚊，有冇伏㗎？我哋開盒睇咗先講啦。劍柄方面雖然全塑膠，唔似之前1000幾蚊嗰啲係金屬劍身，但係細緻度絕對唔差嘅。加上佢亦都上咗銀色啦，效果亦都唔錯。而且咧上面嘅小配件依然係可以喐得嘅。劍柄內置充電池，記住攞出嚟打開入邊個開關掣先好玩。另外佢係支持 Type C 叉電嘅，咁就唔使次次都揾電芯揾得咁辛苦啦。開劍嘅掣就喺把劍嘅正中間，非常之直觀。一開劍嗰下嘅聲同光唔係講笑，我自己都有驚喜。除咗有待機嘅呼呼聲之外，亦都有敲擊嘅聲音。唯獨是缺少咗揈劍嘅聲沙，所以你揈劍嘅時候咧係唔會有嗡嗡聲嘅。219蚊聲光效果都俾足你啦，用嚟過下手癮絕對冇投訴啦。